各位早晨啦，歡迎嚟到我哋今朝早嘅網上營養講座啦。趁我哋咧，即係大家陸續入嚟嘅時候咧，都提下大家啦。咁一陣間咧，喺嗰個即係講座嘅中間咧，就暫時咧，你哋就 mute 咗自己啦。咁就盡量咧就唔好開個咪講嘢啦。咁費事阻礙咗其他人去聽啦。咁但係咧，如果大家有問題啊，有啲即係嘢想知道嘅話咧，你哋咧都可以即係去。即係喺我哋嘅 Q&A 啦，或者係我哋嘅 chat box 度咧寫落嚟嘅。咁我哋嘅即係嘉賓咧就會喺佢哋分享完個即係成個見面嘅最後嘅時間咧，就會解答翻大家嘅疑問嘅。咁你可以一諗到或者一啲問題想知咧，你就寫落去。咁我哋一次過咧就喺最後會解答嘅。嚇，其實都時間都差唔多啦，不如我哋就正式開始啦。交好啊，俾伍教授。好，早晨各位，我係香港大學婦產科吳鴻宇啦。咁就即係今日都我哋有一個好特別嘅即係線上會議啦。咁其實呢一個會議我諗都幾即係受病人歡迎嘅，因為其實我哋喺臨床嘅時候咧，好多病人都會問我哋即係做治療啊，或者懷孕嘅時候，即係個飲食啦嚇。咁當然我哋其實就唔係呢方面嘅專家嚟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特別揾咗一個即係專家嚇，因為係阿羅教授。Chris 咁咧就佢一個註冊營養師，咁佢亦都係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嘅。咁其實佢一路嘅研究咧都係針對即係一啲即係飲食啊食物咧對其實生育嗰個影響喺度。咁所以其實陣間羅教授咧就會講一講其實我哋喺即係懷孕啊，即係想避孕嘅時候咧，究竟飲食嘅一啲嘅即係資訊啦嚇。咁亦都會其實去講一講翻咧，其實如果真係一啲即係超加工嘅食物對懷孕影響，因為其實我諗近年呢一個都係一個幾熱門嘅題目，亦都係我哋咁講就係、是，如果好多時你即係要出去食嘢啊，或者點外賣啊，其實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咯。咁呢個其實都係即係困擾咗即係我哋講即係科學啊好多年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新嘅資訊喺度。咁咧就當然如果羅教授講完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即係提問嘅時間咧，因為我相信都好多病人有唔同嘅問題嘅，咁所以你可以即係而家 mark 低，或者可以即係寫落去我哋個 Q&A 呢一度，咁等我哋可以陣間即係慢慢去解答嚇。Chris，你講。好啊，唔該晒你啊，吳教授呢個邀請啦。咁我而家 share screen 先。好。咁你可以叫我 Chris 啦。咁頭先多謝你個介紹啦。咁我哋今日就會講解翻點樣預備懷孕嘅期間咧，飲食咧知多啲。咁今日個主題咧，咁當然我哋係講緊超加工食品啦。咁但係我都想包含講翻下地中海飲食啦，同埋超加工食物啦，同埋體重控制嘅。咁因為頭先吳教授都講啦，因為如果你進行緊咧試管嬰兒療程咧期間 IVF 咧，健康飲食咧唔單止可以改善身體呢個狀況啦，但係咧都可以對生育能力咧產生積極嘅影響嘅。咁首先我哋講翻地中海飲食啦。咁地中海飲食係咩咧？地中海飲食咧源自地中海沿岸國家，例如法國啊、西班牙、希臘啊、意大利啊。咁佢哋呢種食物個方式咧冇嚴格個規範嘅，但係通常咧都會包含住高纖維個食物。高纖維嘅食物啦，不飽和脂肪啦，優質蛋白質啦，同埋各種微量營養素嘅。咁佢哋就會限制肉類嗰個攝取，同埋避免加工食品嘅。咁地中海飲食咧對預備懷孕有咩幫助咧？咁對女士們嚟講咧，根據一篇 Human Reproduction Journal 咧，2018咧發表咧包含住244人參加者研究中咧，得出個結論咧，就係地中海飲食咧，你遵從度較高嘅35
歲以下嘅女性咧，懷孕率咧會比較高啲嘅。相比如果你跟翻一般健康飲食，咁孕婦試管嬰兒成功率會比較高啲。佢哋含有豐富維他命 B6啦，同埋葉酸啦，同埋大量植物性嘅脂肪嘅。咁呢個研究都顯示，試管嬰兒週期前3個月咧，如果你遵從翻呢個地中海飲食，可以提升卵子品質啦，改善子宮內膜環境啦，同埋穩定你個孕期嘅。咁研究咧顯示，服用抗氧化物保健食品咧，並不會有效提升生殖品質嘅。並從中顯示顯示出日常飲食習慣咧，所以咧係非常重要嘅。咁對男士又有咩幫助咧？咁又根據另外一篇2017都係 Human Reproduction Journal 發表出，佢哋都有研究翻225人就係男士們啦。咁佢哋研究中咧都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地中海飲食，如果你遵從到咧，佢其實咧佢個精子濃度啦，同埋個數量啦，同埋個活動力之間咧，都顯著都相關有有相關性嘅。咁地中海飲食咧含有豐富蔬菜啊、水果啊、魚類啊，同埋全穀物嘅，咁有助於減少精子 DNA 碎片化，同埋會提升精子活動力啦、濃度同黃度testosterone 啦水平啦。咁地中海飲食咧有抗發炎特性啦，同埋可以降低男性不孕嘅風險嘅。咁地中海個飲食咧，個原則係咩咧？咁如果你睇翻佢哋呢個地中海飲食個金字塔啦，咁你會睇翻咧，佢同我哋普通金字塔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睇翻由下而上咧，簡單嚟講翻，佢哋通常咧每餐咧就建議你食翻乳製品啦，唔係餐每餐都盡量全穀物啦，同埋水果啦，同埋各種蔬菜類嘅。咁我哋一陣都會一一講解翻嘅。OK，咁然之後咧，每天咧，我哋咧就會盡量就食多啲乳製品啦、堅果類啦，同埋洋葱、大蒜啊。同埋用翻啲辣嘅香料嘅，咁然之後每週咧就盡量揀翻啲白肉啊，咁一陣我會逐個講解翻啲份量啊係點樣嘅。咁另外咧佢哋呢個地中海飲食金字塔咧就盡量都係避免攝取高糖分啊、高脂肪嘅食物，例如甜品啊、餅乾啊，同埋有糖分嘅飲品啊，同埋油炸嘅食物、薯片等等嘅。咁頭先講翻嗰個金字塔啦，地中海飲食有7大原則嘅。咁第一咧，頭先講咗就係喺最底嗰度咧，就盡量咧大量咧攝取咧蔬菜水果嘅。咁蔬菜類咧每餐咧至少咧要2份。咁種類咧同顏色咧就越多越好嘅。咁盡量咧都係每餐攝取不同嘅蔬菜，同埋攝取唔同嘅營養素。咁蔬菜咧一份咧大約咧就未經烹調個葉菜啦，或者係半碗煮熟咗個蔬菜嘅。咁每餐咧都要配搭翻1至2份水果啦，一份咧約有一個拳頭咁大啦，同埋水果中嘅維他命同埋維他命 C 可以幫助調節翻你個生理機能嘅。咁水果一份咧，阿齋會講解翻有啲圖片可以解釋翻。咁2份小型嘅水果啦，或者半個大型嘅水果啦。就圍住一份嘅，咁一個中型水果同埋或者半碗，如果係嗰啲粒狀嗰啲水果嘅。
咁頭先講翻不同顏色嘅蔬菜選擇啦。咁如果你睇翻咧，呢度咧就會有茄子啦，呢啲包含住紫椰菜啦，三色椒啦，紅菜頭啦，椰菜花啦，菠菜同埋紅蘿蔔或者四季豆嘅。咁如果水果嚟講咧，包含盡量都係兩份水果。咁如果兩份水果一份點樣計咧？如果你係講緊細型嗰啲水果啦，例如奇異果啦，咁兩個咧就等於一份水果啦。細細粒嗰啲柑咧，咁就係兩份就兩個啦，就等於一份水果啦。咁皇帝蕉啦兩隻啦，西梅四粒啦。如果食山竹嘅話就兩個。咁呢啲小型咧，兩個咧就等於一份嘅。咁如果你食中型嗰啲生果咧，例如火龍果啦，半個咧就已經等於一份。咁一隻蕉都係已經一份啦。橙或者蘋果中 size 咧，一個就等於一份嘅。咁桃啊或者冧啊嗰啲大個都係一個就等於一份嘅。咁如果你食開粒狀嗰啲水果咧，咁一杯咧，咁個定義就大約即係茶餐廳嗰啲杯咁樣啦，250ml啦。咁藍莓咧就一杯咧就等於一份啦。咁如果你食提子咧，20粒大約就等於一份嘅。咁大粒嗰啲就10粒啦。荔枝就6粒啦，車厘子就12粒。咁如果你食開瓜類嗰啲咧，咁去皮啦，同埋切粒啦，咁咧你計翻就大約一杯半就等於一份嘅。咁呢個就會佢哋建議就兩份生果一日啦。咁咧，地中海飲食第二個原則咧，就係適量攝取健康嘅脂肪嘅。咁主要咧就係盡量用翻橄欖油啦，因為佢含有不飽和嘅脂肪嘅。咁但係你都要跟翻你點樣去烹調呢個方式，去選擇適合個油份嘅油品啦。咁例如橄欖油唔適合高溫嘅烹調啦，咁你可以選擇芥花籽油啦、堅果油啦。牛油果油啦，嚟代替翻嘅。盡量減少飽和脂肪啦，同埋例如椰子油、牛油、豬油，咁盡量配搭堅果同埋種子類滿足每日個脂肪攝取需求嘅。咁第三個原則咧，地中海咧就係盡量咧係全穀類食物去代替翻精製澱粉啦。咁微精製嘅全穀類咧，每餐佢哋建議咧就係1至2份嘅。咁一陣我哋再講翻個份量啦。咁全穀類咧係例如糙米啦、燕麥啦、藜麥啦。全麥類啦，食物啦，例如番薯啊、南瓜啊、粟米等等嘅。咁全穀類一份咧，大約咧係1/5碗嘅，例如白米或者糙米，或者係半塊全麥嘅麵包。咁微精製嘅全穀類食品咧，含有較多個礦物質同埋維他命嘅。同埋可以有效補充身體所需個微量營養嘅。咁頭先講翻啲份量啦，咁有啲圖片或者會易捉摸啲啦。咁穀類咧食物咧交換算點樣計咧？咁一份穀類咧食物等於其實如果你食麵包啊，咁咧半片咧已經係一份㗎啦。咁如果你每餐要攝取2份啦，咁即係要食1片麵包咁樣啦。咁要食飯咧，咁咧每餐佢哋建議都係2份五穀啦，咁就大約係2碗湯匙羹飯嘅，咁已經夠噶啦。咁另外如果你選擇其他五穀類啊，例如粟米啊，咁1/3條就等於一份啦。如果粟米粒就3平湯匙。粟米粒就等於一份啦。咁薯仔、番薯、芋頭咧，一件咧都係等於一份嘅。咁一件嘅定義係點樣？咁你用翻大約一隻大雞蛋嚟去評論翻，就係等於一件啦。栗子2粒就等於一份啦。馬蹄4粒
都係一份五穀嚟嘅。同埋如果你食蓮藕啊，或者青紅蘿蔔啊、白紅蘿蔔啊嗰啲，或者南瓜咧，呢啲都計穀類嘅。咁佢哋就通常都係兩件，咁一件件計法都係用翻雞蛋呢個大細嚟作準啦。咁如果有啲人食海鮮類咧，咁海鮮家禽雞肉咧，同埋豆類咧，盡量係代替翻紅肉嘅。咁海鮮例如貝殼類啊，或者魚類啊，咁家禽盡量揀翻雞肉或者火雞啦。咁或者如果你食開豆類啊，因為呢啲係屬於優質同埋低脂蛋白質個來源嚟嘅，咁可以取代翻紅肉類啦，同埋減少飽和脂肪酸個攝取嘅。咁海鮮點樣計咧？同埋白肉咧，盡量每週至少有兩份。咁魚類咧或者白肉咧一份咧，大約係我哋通常用咧係一個麻雀size 計一份嘅肉類。咁如果你食開海鮮類啊嗰啲咧，咁大致咧中 size 四粒咧已經等於一份啦，同埋四隻中蝦去咗頭啦，都係等於一份嘅咁樣計。咁豆類咧，如果你食開豆類，每週咧至少兩份啦。咁豆類咧一份點樣計？就半杯，個杯都係用翻茶餐廳嗰個杯啦，250ml 嗰個豆類啦，就為之一份嘅。咁豌豆同埋扁豆都係咁樣計法嘅。好，咁有翻啲圖片去講解翻啲份量會比較容易啲啦。咁如果你用海鮮啦、肉類啦、蛋啦同埋豆類嚟交換翻咧，一份肉類係等於幾多？咁如果你食一條魚啦，咁1/3咧就等於一份嘅。咁頭先講咗啦，如果食海鮮啊、蝦類啊或者帶子啊，咁就大約4隻蝦啦，同埋4粒帶子就等於一份。咁魚柳咧，大約咧就會係5×5×1厘米啦，就等於一份啦。咁如果你食蠔仔啊或者蜆肉啊，咁就大約3湯匙就等於一份嘅。咁墨魚仔又係啦，3至4隻啦，就等於一份。咁如果你食普遍肉類啦，例如白肉啊，或者雞胸肉嗰啲咧，咁我哋通常都係用麻雀 size 咧，一個大細咧就等於一份嘅。咁如果你食芝士啦，咁1片半芝士就等於一份啦。雞蛋咧全隻咧就大啦，就一個咧就等於一份啦。咁如果你話我淨係食蛋白嘅，咁2隻蛋白咧就等於一份嘅。咁豆腐都有分嘅，咁如果你食開一磚水豆腐一磚咧就等於一份，但係如果你食開硬嗰隻咧，咁就1/3咧就已經係一份㗎啦。咁頭先講咗，如果你唔用杯嚟計，你都可以用碗嚟計嘅。咁如果你用碗嚟計咧，咁1/4咧嗰啲枝豆啊或者眉豆啊、扁豆啊、綠豆嗰啲咧，咁咧都係計翻一份嘅。咁好啦，咁講咗嗰個金字塔啦，咁我哋食開肉類咧，嗰啲部位咧都好重要嘅，因為唔同部位有唔同脂肪個比例嘅。咁我哋普遍食開雞啦，咁如果食雞咧，我哋都要小心咩部位要避免啊。咁例如雞皮，原來雞皮啊、雞上髀啊、雞屁股啊、雞腳啊、雞翼咧，其實呢啲咧都會佔嗰個脂肪百分比咧比較高啲嘅。咁如果我哋雞，我哋盡量都係揀翻雞胸肉啦，同埋雞腿嘅。咁如果食開魚嘅話咧，咁魚類咧，你睇翻盡量都係避免魚翅、魚腩啊、魚子啊、魚頭嗰個位置嘅。咁盡量都係揀翻魚尾啊，或者咧魚背嘅，即係5號啦嗰個啦，同埋綠色啊，同埋粉紅色呢個部位嘅魚。咁如果豬嗰方面咧，咁盡量都係避免豬頸肉啊、豬腩啊、豬尾啊、腩扒啊、豬脷啊嗰個部位嘅。咁你盡量咧都係揀翻赤肉啊呢個部位啊，同埋梅頭呢個部位會比較適合啲。
咁如果係牛嘅話咧，牛咧就盡量避免牛腩啦、牛肋骨啦、肉眼扒啦，或者 T 骨嗰個部位啦、牛展啦。咁盡量都係揀翻牛腿嗰個部位或者牛肩嘅，即係藍色呢個啦、9號部位同埋白色8號嘅粉紅色呢個部位會比較個脂肪比例會比較低啲啦。咁第五個原則咧，地中海飲食就盡量咧就係適量攝取低脂乳製品嘅。咁每日佢哋建議咧就攝取大約1至1半份，一份咧就大約一杯嘅脫脂奶啦，200毫升啦，或者一杯嘅乳酪大約125個毫升嘅。咁地中海飲食咧，乳製品咧多數咧都會係有發酵個食品啦，同埋乳酪啦或者芝士乳酪嘅。咁唔單止可以提供益生菌啦，同埋都可以增加你個鈣質個攝取。咁優質蛋白質咧個來源咧適合咧係日常營養補充嘅。咁第六就盡量少食加工食品嘅。咁我哋一陣會講解多啲超加工嘅食品嘅一陣。咁同埋盡量代替或者少食紅肉啦。咁紅肉類咧每週攝取咧，佢哋建議就冇超過2次嘅。呢個係每週係啦，每個禮拜。咁同埋盡量避免加工肉類啦、甜品啦或者精緻嗰啲甜品食品啦，盡量減少啦。咁每個禮拜最少1次，每次最多1份。咁盡量減少加工肉類啦，或者精緻食品啦，可以減少過多鹽啦，或者糖分、飽和脂肪或者添加食物個攝取嘅。盡量揀翻啲天然嘅調味料啦，例如用葱啊或者薑啊、蒜啊或者香草啊，咁避免用化學調味料嘅。好啦，咁講咗地中海飲食，咁其中第6個原則咧就係減少加工食品。咁頭先吳教授都講，而家好 hit，好多人問咧，其實係超加工食品係咩咧？咁佢哋聲稱叫 UPFs 啊，Ultra Processed Food，UPFs。咁咧係經過深度加工和工業化生產嘅產品嚟嘅，咁通常含有大量嘅添加糖，同埋飽和脂肪，同埋反式脂肪、鹽同埋添加劑嘅。咁以纖維同埋必須嘅營養素咧，就含量比較低啲嘅。咁顯著UFP 顯著咧就會加肥胖啦、心血管疾病啦，同埋過早死亡等慢性疾病個風險嘅。咁根據 Lancet 呢個 journal 近期咧發表一系列嘅文章嘅，都強調 UPS 對全球健康構成威脅，同埋都提議訂立國際政策框架同限制翻 UFP 個消費嘅。咁超加工食品係咩咧？咁我俾啲圖你睇，其實你應該都常見嘅，係喺超市例子啦。咁例如包裝零食啦、薯片啦、餅乾啦，有糖分個穀物啦、梳打啦、能量飲品啦、energy drinks 啦、即食麵啦、合成肉製品啦、熱狗啦、雞塊啦，同埋即食餐食品嘅。咁最新嘅研究咧，又係 Human Reproduction 啊，啱啱發表啊，2026咧，研究顯示咧，對女士啊，呢個係孕婦攝取大量 UPFs 咧，以不良嘅妊娠結果咧，同埋兒童嘅健康都有相關嘅，例如都會有妊娠糖尿病啦，或者會有妊娠高血壓疾病啦，或者嬰兒期肥胖嘅。咁係呢篇 journal 或者研究嚟顯示咧，佢哋
研究翻孕期前後個 UPF 攝取量對女性同埋男性生育能力及早期胚胎發育個關係。咁透過問卷調查咧，佢哋有330個女性啦，同埋大約650個男性咧，伴侶啦，孕期前咧個食物攝取情況，咁得出個結論咧，女性嚟講咧，如果攝取較多個 UPF 咧，會對胚胎早期發育不良啦，同埋卵黃囊體積較少嘅有關嘅。咁妊娠早期胚胎發育受損，同埋都會有不良個出生結果風險增加都有關嘅。例如早產啊、低出生體重啊、兒童期不良心血管狀況。咁卵黃囊對胚胎早期個營養輸送都好重要。咁卵黃囊發育受損，以流產和早產個風險都會增加有關嘅。但係研究顯示，女性 UPF 攝取量以其生育能力咧，結果咧就無關嘅。咁對男士咧個結論，佢哋又揾到啲咩咧？咁都係同一篇嘅2026啦，頭先嗰個研究。咁佢嘅結論咧，男士咧就如果攝取較多個 UPF 咧，會令到受孕嘅能力咧下降有關，並增加低生育力個風險嘅。不過研究都顯示，男性UPF 攝取量以胚胎早期發育同埋卵黃囊個體積咧就冇關嘅。咁超加工食物對生育個影響係點咧？咁其實係對伴侶雙方飲食咧個習慣係可能對支持受孕和優化胚胎早期發育有注重着重個影響嘅。除咗女性嚟講，男性個飲食品質可能咧係孕前保健或者生育干擾中咧一個重要個目標嚟嘅。咁好啦，喺研究顯示咧，佢哋都計算到 UPF 咧每日攝取幾多嘅。咁喺嗰班研究參加者咧，佢哋揾到咧個攝取量百分比啦。咁女性嚟講咧，就平均係大約22%啦。男性咧平均咧就係25%嘅。咁目前咧尚冇一個統一個 UPF 個每日攝取量個上限嘅。但係研究員啦同埋衛生組織通常會採用熱量比例嚟作為一個參考嘅。咁如果你睇翻嗰篇研究嚟講咧，佢大約咧都係22至20%，咁呢個咧就會歸落咧，你睇翻會係中等。咁呢個都係其實我哋reflect 翻我哋現代都市人常見飲食習慣都會大約都會有嘅，咁就會令到我哋會有長期或者健康風險啦。咁佢哋建議都係低過15%，就比較低同埋安全嘅。咁會對我哋健康影響會較少嘅。咁理想如果可以，即係如果好 strict 嘅話，就大約10%嘅。咁高過30%咧，就會係好高攝取量啦。咁咩點樣？我真係會講解點樣。咁咩位置係10%咧？咁我真係會講解啦。
咁我都想share 翻，其實我哋世界衛生組織同埋其實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咧都建議遵守翻宏量營養素限制，咁自然會減少咧 UPF 嗰個攝取，咁佢哋就會建議你係添加糖啊份量咧就限制為每日咧總熱量低過10%啦。鹽咧就每日攝取限制就低過2000毫克啦。飽和脂肪限制每日個熱量都係低過10%嘅。咁好啦，你會覺得啊，咁低過10%係乜嘢咧？咁例如如果我哋一個普通人大約攝取2000個 calorie 啦，咁10%咧就其實等於2000個 calorie 嘅。大致就等於其實係一包細包嘅薯片，咁就已經係10%，咁就唔好食多啦。咁食多咗，咁其實係 over 咗嘅。咁半件蛋糕啦，或者3至4塊餅乾咧，就已經係大約10% 㗎啦。或者一罐有糖分嘅汽水都係㗎啦。咁你可以用呢個嚟計算啦，或者你可以用另外有專家都有建議用一個 Nova 食品個分類系統嚟關注加工個程度嘅。咁呢個又係點樣咧？Nova 個食品咧分類系統啦。咁呢個會比較如果你係中意眼望住嗰啲食物嘅，咁就唔想計嘅，咁呢個或者會適合你啲。咁你要睇翻邊啲係完整嗰啲食物啦，即係 whole food 或者 fresh food，例如水果、新鮮水果，冇醃製嗰啲蔬菜、新鮮蔬菜啦，同埋純肉啦，冇醃製嗰啲肉啦，同埋穀類，咁就佔你個食物咧就最大部分嘅。咁佢通常用個比例都係80%，就盡量係用翻 fresh food 同 whole food 嘅。咁加工過或者用翻如果你用呢啲，盡量避免用油啦、奶油啦、鹽啊或者糖嘅，咁盡量咧呢方面咧都係用翻天然嘅調味料咯，同埋減少油啊、同埋糖啊、鹽啊呢啲。咁加工食品啊，咁就例如係罐頭魚啊、芝士啊、新鮮出爐嗰啲麵包，因為佢哋都會有防腐劑，咁所以就會擺得耐啲啊嘛啲麵包，咁盡量都係適量嘅食用啦。咁其他 UPF 頭先都講咗，都係例如汽水啊、包裝點心啊、即食麵啊、合成嗰啲肉類啊，盡量減少同埋避免食嘅。咁如果有啲人仲想睇翻嗰啲成分表，其實成分表咧food labeling 都可以講翻俾你聽，點樣邊啲係會有UPFs 嘅。咁通常咧個成分表咧好長嗰啲字咧，通常咧都會係有工業添加劑嘅，例如氫化油啊、高果糖粟米糖漿啊、乳化劑啊、人工色素啊、香精啊，同埋防腐劑嘅。咁呢啲都好大機會都係超加工嗰啲食品嚟嘅。咁另外你都可以睇翻個形狀嘅。咁好多嗰啲如果唔係好自然嗰個食物嗰個形狀，咁其實都已經超加工咗啦。例如麥樂雞啊嗰啲午餐肉啊、香腸啊、熱狗啊，同埋大量生產嗰啲白麵包，通常都會有 UPFs 嘅。咁頭先都講過啦，汽水啊、即食麵啊、漢堡扒啊、包裝零食啊、糖果啊、調味咗嗰啲乳酪啊，或者冷凍 pizza 同埋即食品，盡量都係減少同埋避免咯。咁另外第七個原則都係唔單止淨係飲食啦，咁健康習慣都係好重要嘅。咁都要飲多啲水啦。咁每日都係建議飲水都係1.5至2 lit 啦。咁盡量都係養成有規律嘅運動習慣啦，同埋充足個休息嘅習慣。可以飲適量嘅紅酒嘅，因為紅酒含有
多酚和白藜蘆筍有助於促進你個心管健康啦，同埋提供抗氧化保護嘅。咁女性每日盡量控制返，唔好超過1杯紅酒，男性就唔好超過2杯啦。好啦，咁去到最尾呢個主題咧，我哋就講返體重控制都好重要嘅。咁都會同我哋生育個能力都有關嘅，有影響嘅。咁如果你過重咧，咁都可能咧會導致排卵個問題啦。過輕咧又會影響你卵巢個功能嘅。咁系統性咧回顧顯示咧，肥胖女性 IVF 懷孕率咧會比較低嘅，流產風險都比較高嘅。IVF 成功率咧，如果你健康體重可能可以提高IVF 成功率啦。BMI 正常範圍咧內咧，女性咧懷孕機會比較高啲嘅。體重減輕可以改善臨床懷孕率同埋活產率嘅。咁我哋通常用 BMI 係一個指標嘅，咁你自己都可以去計算翻或者 monitor 翻啦。咁通常都係用翻你個體重同埋你個身高做翻個比例，咩合符先係標準嘅。咁標準嚟講咧，我哋亞洲人咧就係18.5至到22.9嘅。咁過輕咧就係低過18.5啦，咁盡量就唔好高過23嘅以上。咁好啦，另外我哋都想講解翻，因為咧我哋通常都會出街食多啊，或者買外賣嗰啲，咁又點樣去控制我呢個飲食咧？咁咧我哋都整咗個表出嚟，可以俾大家去望一望，去參考。咁如果例如早餐啦，或者午餐都得㗎。不過早餐嚟講啦，你可以揀翻三文治。咁邊啲選擇會比較好啲咧？頭先講咗，盡量揀翻雞肉啊，或者火雞肉啊嗰啲三文治會比較好啲啦。或者如果有芝士三文治啊嗰啲火腿三文治，或者如果你想食啲薄餅卷嗰啲Caesar wrap 嗰啲都有嘅，或者飯團啦嗰啲。然之後當然你都要加翻蛋白質嘅，但係高質嗰兩個。咁例如雞胸肉啦，而家都你可以買到一包包嗰啲，或者如果你自己殺唔到雞蛋嘅，咁你冇得揀之餘你要買嘅，咁就或者加一個溏心蛋都得。咁就補翻鈣質啦。低脂嘅脫脂奶啦，或者無糖茶啦，或者蘇打水嘅。如果你真係要飲汽水嘅話，同埋盡量揀翻無糖低糖嘅鈣絲堡會比較適合啲。咁如果你話晏晝啦，主餐嗰度啦，咁我食啲咩咧？或者喺快餐店，咁你可以如果早餐嚟講，你可以揀翻啲板小雞腿嘅扭扭粉啦。或者係芝士蛋包啦，不過要走醬。午餐嚟講，你可以揀翻或者晚餐啦。板小雞腿包，不過都要走醬，或者烤雞Caesar salad 啦，都可以係一個好選擇啦。咁當然要配搭小食就係粟米杯啦。咁飲品嗰方面就盡量揀翻啲零 calorie 嘅選擇，例如無糖可樂啊、走甜嘅檸檬茶啊，或者黑咖啡嘅，咁盡量就唔好加糖啦。咁如果你話我去飲茶啊，咁我又食啲乜嘢嘢咧，Chris？咁飲茶嗰方面咧，點心類盡量都係揀翻蒸嗰啲，例如蝦餃啊、素菜餃啊、鮮蝦菠菜餃啊、煎鯪魚球啊，或者鮮蝦粉腸。咁呢啲會比較點心類比較健康啲啦。咁粥類啊，或者粉麵啊嗰啲咧，你盡量揀翻皮蛋瘦肉粥啦，魚片粥啦，切雞湯麵啦，或者叉燒湯米都得嘅晏晝。咁燒味盡量都係去皮或者叫瘦叉啦、瘦肉啦、少汁啦，灼菜啦就全走嘅。
咁包點類，如果你真係要揀包嘅話咧，就盡量揀翻菜肉包啊、雞包仔啊同蒸銀絲卷嘅，咁就盡量避免例如奶黃包啊、甜嗰啲包類啦。咁我哋普遍都會食中菜多嘅，咁如果係咁，我哋又會點樣揀呢？咁例如白灼啦，盡量揀翻呢個烹調方法啦。咁如果海鮮頭先講咗點樣計啲份量，咁你都可以揀翻蝦啊海鮮啦。咁蒸魚都係一個好選擇啦，或者蒸豆腐。咁例如清蒸你可以薑葱蒸魚、蒸釀豆腐。誒、白花釀節瓜、金針雲耳蒸雞、冬菇蒸肉餅、蒜蓉蒸帶子或者蒸水蛋。即係如果你係茶樓，即係避免唔到嘅，咁我哋都明嘅。咁你盡量揀翻呢啲會比較會健康啲，或者上湯都係一個好選擇啦。上湯菜啊，或者菜煲啊嗰啲。如果有啲菜通常都配搭埋肉類嘅，咁你盡量揀翻西芹雞柳啦，或者菜心牛肉啦，西蘭花鮮油啦，咁盡量唔好炸鮮油啦，番茄炒蛋啦，或者脆肉瓜肉片啦，燒味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如果真係出街食，咁白切雞去皮啦，或者瘦叉燒就酒汁或者小汁都得嘅。咁另外，如果你晏晝啊或者夜晚啊揀米線啊或者湯米啊呢啲餐廳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啦。除咗茶樓，咁盡量都係清湯底啦或者番茄湯底為主先。咁然之後餸嗰度咧，你可以配搭翻計翻個換算啦，頭先教咗，咁可以揀翻魚片啦、魚蛋啦、牛丸啦。或者雞肉啊、牛肉啊、豬肉啊、腐皮都係一個好選擇啦。冬菇、金菇、鮮竹、生菜啊、芽菜啊、木耳絲啊，或者韭菜啊嗰啲都係一個好選擇，配搭一個米粉米線。咁好啦，如果你話夜晚打邊爐啊，咁我又食啲咩咧？咁打邊爐咧，你可以參考下呢個表，就可以盡量揀翻胡絲啦、烏冬啦，呢啲都係計翻係碳水化合物質嘅胡絲啊、烏冬啊、粉絲啊、粟米啊、蘿蔔啊、鮮淮山嘅。咁盡量揀翻瘦肉啦、牛肉、豬肉同埋雞肉。咁頭先教咗你啦，要揀啲咩部位會比較會低脂肪啲嘅個比例。咁即係唔係淨係揀個啱嘅肉類，都個部位都好重要嘅。豆腐啦、魚片啦、蝦啊、帶子啊、青口啊、貝殼類啊或者墨魚啊嗰啲都可以嘅。即係計翻個份量就得㗎啦。魚柳啊、牛丸啊、魚蛋，咁通常呢啲我哋呢啲丸類咧，我哋係5粒咧就為止係一份嘅。菜肉餃啊、雲吞啊、鯪魚肉啊嗰啲都係一個好選擇啦。咁湯底同米線一樣啦，盡量都係揀翻清湯底啊、番茄啊、薯仔啊、皮蛋、芫茜啊或者昆布魚啊嗰啲，比較湯底會比較健康啲。咁仲有啦，其實咧，我哋都有好多資訊，衛生署都有俾我哋嘅，咁你都可以scan 翻或者screen cap 翻呢個 QR code。如果我出街食邊啲食肆啊，會比較健康啲，同埋有呢個標籤係 Eat Smart 嘅，咁你可以做咗做足準備先去出街都可以嘅。咁你知道原來呢個餐廳係會有呢個健康選擇啦。再唔係都有呢個 apps 你可以 download 啦。而家好興好多 apps 啦。咁如果你想 mon 住自己嘅，佢哋叫 MyFitnessPal 嘅，係免費嘅。咁可以計算翻你個 calorie 嘅。咁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去計翻你個 calorie 啊，同埋你個 percentage 攝取其實有幾多嘅，咁佢係可以即係睇翻你個營養目標啦，提供翻如果你超過某個1400個 calorie，咁佢又教翻你咧點樣去計算，同埋俾翻啲資訊嚟嘅。咁呢個都幾好用嘅，咁係免費，咁都可以不妨試下嘅。如果你有興趣。咁另外食譜啦。
咁盡量頭先都講，都係話新鮮啊，或者 whole food 啊，喺屋企煮啊會比較好啲，因為你控制得好啲。咁呢度都有一系列嘅，咁都係瑪麗醫院個營養部嘅資訊提供出嚟嘅，咁就會有好多唔同食譜烹調啊，一個人煮啊，或者兩個人煮啊，或者有啲咩湯可以煲啊，有啲咩營養資訊啊，咁你都可以 download 嚟睇翻，參考下邊啲比較係低 calorie 啲嘅。咁呢個就係多啲資訊俾你，咁你有多啲選擇啦。咁大致上咧，今日我分享咧都好多資訊嘅。咁我都知，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咧，都好 welcome 你喺個 chat 度再問翻嘅。好，唔該晒 Chris。咁咧就其實都好多資訊啊嚇，我諗大家都可以慢慢諗啊。其實我可能會分享下，因為我自己都係要控制飲食嘅。咁我好多時同啲病人講，即係其實控制嗰個飲食，我諗就唔係淨係為咗即係懷孕嘅，因為其實你將來嘅身體其實都好重要。因為我哋而家有時出街都見到好多人咧，其實尤其是男士咧，咁好明顯就見到成個大肚腩喺度。即係好後生嘅都唔係講緊嚇，即係我哋有啲成日見到，即係喺即係門診睇啲病人都係咁嘅嚇。咁即係你睇到嗰個飲食嘅影響同埋個運動咧，所以我諗你可以當成呢一個即係懷孕之前嗰個預備咧，其實係個持續咯。因為我哋其實成個目標咧，其實唔係淨係睇嗰個即係想懷孕咧，其實你一路之後嘅身體嘅健康，因為你會發覺。其實大部分一啲長期病患咧，都係關係到，譬如話糖尿病啊、血壓高啊、啲關節痛啊，其實都係同個飲食有一個好直接嘅關聯喺度。所以我諗，其實我哋透過呢一啲資訊咧，其實係即係我諗係令到你有一個即係 healthy 嘅diet 咯，即係其實係一個比較健康嘅飲食，其實係引致即係一個長遠身體嘅一個改善嚟嘅。咁所以就唔係話淨係集中咗懷孕咁，如果懷孕之後就完全唔理，因為其實你有時另外一個情況就有啲時候我哋喺啲病人咧，譬如話真係懷孕咧，佢生完小朋友翻嚟咧，其實你會睇翻啲體重咧係好明顯改變得都幾緊要，通常係加重咗好多啦，譬如話加咗10K 啊，即係10公斤啊，或者甚至20公斤都幾普遍嘅嚇，咁所以呢個所以其實應該係當做一個即係 lifelong，即係一個你持續嘅人生嘅目標，就唔係話淨係即係食完啦，懷孕啦，咁就完一件事咯。咁呢第一樣，第二樣，我覺得其實你話飲食嘅重要性係咪好大咧？因為其實你睇翻好多研究咧，其實都係用咗一啲嘅即係統計嘅辦法。因為其實我諗懷唔懷孕咧，影響嗰個第一都係女士嘅年紀嘅，因為呢個係一個key player 啦。咁卵巢嘅儲備啊嘅反應係會有啦。咁跟住嘅就係、譬如話先生有冇食煙啊？咁即係之後你就會睇到嗰個體重咯。咁所以個體重其實佢唔係話最重要，但係如果你講呢幾個所謂因素影響咧，真係可以改變嘅因素就唔多嘅。即係我哋講，我哋冇辦法幫你令到後生啲啊嘛，我哋都冇辦法令到你嘅卵巢嘅儲備好啲。但係如果你自己譬如話積極減啲磅咧，尤其是一啲肥胖嘅太太咧，咁嗰個係一個改善嘅空間。因為我哋講呢個係一個 correctable factor 嚟嘅，就唔係話非常非常之重要。只不過就係喺一個臨床裏邊咧，其他嘅因素我哋改變唔到，因為即係改變嘅因素咧，就譬如話先生要戒煙啦，咁即係太太又要控制個體重啦。咁第四咧，我諗其實都頭先阿 Chris 都有講嘅就，其實我諗男士個重要性，因為好多時候咧個懷孕成個重點咧都係放咗喺太太嗰度咯，即係佢做治療好明顯打針啊、取卵啊啲，咁先生做好多時好似差唔多喺個背後，即係嗰個 screen 嗰度咁隱藏，就只係個即係喺適當嘅時候加精嘅樣本咁。但係其實個男士嘅體重同個懷孕咧，其實有啲關聯，當然咧，你話個關聯就可能唔係咁直接嘅，所以好多研究咧得到嘅結論就唔係咁明顯。不過我自己通常都同即係兩夫婦講，其實你唔幫太太去減肥，你就會第一個自己體重都唔會好落好啦。
第二其實係一個互助互動嘅情況嚟嘅，因為即係太太見到你喺度食其他嘢，咁佢自己要食啲初初佢唔中意食嘅嘢，個感覺唔會好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即係兩夫婦一齊去做，同埋係個目標都係一啲我哋講健康嘅食品啊，對長遠身體有幫助咧，係好重要咯嚇。咁另外我覺得其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出邊買一啲，我諗即係啲飲嘢，因為其實你見到啲人咧，即係成日都會不停飲即係啲食品啊，即係食物，即係飲品啦嚇。咁但係飲品個問題咧就通常都好甜嘅，我覺得係，尤其是啲好大杯嗰啲啦嚇。咁高脂肪啊，高即係卡路里啦嚇。尤其是佢加嗰啲我諗啲。即係啲奶茶啲咁，同埋佢本身啲成分都唔好，所以如果你問我，通常我就寧願你飲水或者飲茶啦。咁直情係即係無糖啦。咁因為頭先我諗有個即係病人問，究竟飲即係有正常嘅即係曲好啊，抑或係飲即係單曲好？咁單曲好似感覺上好似安全啲咯，感覺或者好似冇個罪惡感，因為你飲完一個300幾毫升嘅應該都差唔多去到200幾到300幾嘅卡路里㗎嘛應該。咁如果你睇你話真係即係喺 gym 嗰度行機咁樣，差唔多都應該要去到半個鐘到45分鐘嘅，即係話其實你飲完一杯嘢咧，照計應該要做45分鐘嘅運動。咁但係其實你飲一杯又唔止飲一杯嘢嘅，但係你做一個運動，你肯定就會即係唔係咁容易做咯。但係如果你話飲嗰個單曲，好多時候我哋睇，通常有幾個問題，因為其實單曲本身會令佢成日都有個要甜嘅感覺嘅，變咗你一冇甜嘅嘢咧，你就冇咗個刺激性嘅。因為我以前係成日都飲單曲嘅，我需要好長嘅時間先至戒咗個單曲，因為我差唔多以前每日都要飲一單曲咁先至覺得，我諗係一種我諗係 satisfaction 嚟，因為甜嘅會令到。但係佢個唔好處就係你一定要。即係長期要有一個即係甜嘅感覺嘅，即係你一唔甜嘅嘢咧飲落去咧，你就感覺唔良好嘅，你就會即係 switch back 咁。所以呢個第一問題，第二就係即係有啲研究，我唔知可能可能十變咩咧？因為啲人講單曲佢本身咧有啲成分會影響嗰啲即係腸胃嗰啲即係嗰啲益生菌啊啲咁樣嘅，所以 at the end 佢唔係話真係完全咁innocent 嘅。咁所以其實你寧願就直情連呢啲都戒。咁我唔係完全唔飲單曲嘅，老實講，因為即係我好間中都會飲嘅嚇。只不過就即係我諗減少到最少嘅情況咯嚇。同埋咁 supplement 翻係Coke Zero 咖啡因比較高啲嘅，同埋即係如果你嗯嗯想華人嗰間都會諗下呢個咯。誒，因為我諗好多病人有時啲人我諗女士就少飲凍嘢，因為其實中國人覺得凍嘢唔啱啊嘛，所以但係好多時就個問題就係男士成日都問我哋飲唔飲得，我話咁你中意飲我都冇辦法叫你完全唔飲嘅，因為華人係一個長期嘅即係 battle 嚟噶嘛，咁但係你即係將呢個嘢減少咗啦，因為其實初初係比較難接受嘅，不過即係老實講係我自己 personal 經驗。你慢慢其實係唔中意食甜嘅嘢嘅，因為如果譬如而家問我咧，我係唔中意，即係如果問我諗，即係不過其實呢咧，啲咁嘅糖講起咧，水啊食啊，最近 咁我 Netflix 有套係講人十歲，係 sorry，咁所以變咗我哋其實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間中飲 OK 嘅，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嘅話，即係盡量即係停啦。咁曲就我諗正常，因為其實我諗個卡路里比較高嘅嚇，即係如果你真係飲咗之後，你有定時做運動嘅，我覺得又唔係話太大問題。因為如果你問我曲同曲 zero，我諗大部分人中意飲曲多啲嘅，因為其實嗰個味道會 original 啲嘅。咁尤其是啲即係譬如好似樽裝啊嗰啲咁樣，個感覺可能都係有關事。不過即係我諗間中做，我覺得完全 OK 嘅，即係一個即係要有控制咯。因為其實飲食其實最主要係一個長期嘅控制嚟嘅嚇。咁或者我哋可以睇翻啲問題先啦。咁就嗱，如果我哋採用地中海飲食，即係其實都強調食翻好多蔬菜啊，咁係咪仲需要補充葉酸嚇？咁或者呢個我答呢，因為其實而家嘅指引都係會提議係 keep 食葉酸嘅嚇。咁我諗而家其實
即係比到好多年前啲研究嚟講，因為啲人去跟進翻睇翻，因為葉酸你知道其實我哋即係提議太太食嘅，咁定時食就係話可以減低懷孕時候個胎兒畸形嘅機會啦。主要其實就係個大腦發展啦，同埋係個背脊骨嗰個裂痕啊嚇，咁其實而家嘅指引都係話，就算你即係食好多菜啊，咁都會食翻葉酸，因為我諗嗰個係一個有講係一個 safety measure 嚟咯，同埋佢其實相對嚟講係冇乜風險，因為其實主要擔心有啲人始終個食物唔夠，咁變咗你知其實嗰個 message 就最簡單就叫你即係定時食、常規食，即係常規食。咁所以其實而家啲人跟進睇翻咧，即係如果用近年嘅數據咧，就算有啲人唔食葉酸嘅話，其實對嗰個胎兒影響係比以前少嘅。我諗係因為而家食物其實好多時都即係加咗葉酸喺外國嚇，咁所以變咗我諗嗰個問題就唔係話咁大。不過始終都係嗰句啦，其實即係喺個 generalize 就食葉酸咯，佢又冇乜特別副作用咧。有啲人有時話俾我有鈣啦，有鐵丸啦，即係鐵嘅成分喺度。咁佢食完咧好多時就會有即係覺得個胃唔舒服，會容易便秘嘅，係因為你食多種維他命其他嘅成分影響。單一嘅葉酸呢啲嘅副作用咧，我諗應該冇乜特別嘅副作用嘅。所以食翻單一嘅葉酸因為其實得係葉酸有幫助，同埋其實多種維他命冇話對你嗰個即係懷孕有咩特別嘅好處喺度，同埋有時會增加咗你食呢啲藥物嘅唔舒服咯。咁就如果一個月後做取卵，而家開始地中海飲食，製造熱量缺口，加上適量運動，希望減重。咁咧而家個 BMI 係26嘅嚇，好唔好？咁或者係盡快取卵，唔好製造熱量缺口。嗱，第一26咧，其實體重嘅指標就如果喺用外國嘅標準就唔算肥胖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香港係用翻即係25啦，我覺得嗰個比較嚴謹啲嘅嚇，咁但係因為大部分嘅其實係醫學文獻嘅報道話影響即係懷孕影響，即係個體重影響懷孕咧，其實就應該唔係講緊26嘅，應該係30以上，因為其實大部分嘅證據，甚至其實好多時要上到可能33啊以上。咁我諗其實你而家體重其實我諗只要 keep 住喺呢個水平啦，咁你就應該 OK 嘅。咁我諗我哋其實都係會強地中海飲食，因為其實嗰個都幾多數據講緊對你將來身體有幫助。因為西班牙做過好多啲大型嘅研究咧，係講啲人譬如話有血壓高啊、糖尿病啊，即係將來心臟有高危嘅病人咧，其實佢食呢一啲嘅食物咧，其實係可以相對嚟講，如果比對即係西方嘅食物咧，其實減低咗呢啲第陣時中風嘅風險，又或者第陣時再有復發嘅風險咯。咁所以其實佢嘅數據都幾多嘅，同埋係一個比較健康嘅飲食。所以我諗呢個你應該係持續咁做啦，亦都唔係因為即係而家做取卵。咁你話係咪盡快取卵？我又覺得而家體重如果你係想減啲，其實唔係需要減好多，因為其實我諗你減到25樓下，即係其實已經算好好。不過其實你減咗重係咪真係立即有幫助，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喺度。因為啲研究講，第一就你知減肥咧，如果你喺以前啲研究咧，靠飲食啊、運動咧，其實就個效果唔好嘅，即係通常減嗰個比例唔係好高嘅。咁所以有嘅隨機研究咧，其實減咗磅之後，譬如做試管嬰兒咧，其實同個懷孕就冇關聯喺度嘅嚇。咁呢個喺個關鍵兩方面咧，第一係咪減個體重多啲有幫助？第二咧就係話減完磅之後要幾耐先至有幫助嚇？因為如果譬如話我哋講翻啲研究咧，其實最有效減肥咧就係即係做手術啦嚇，紮住咗個胃啊，切咗部分個胃。咁啲人睇翻其實差唔多要因為減磅好快嘅，2-3個月後咧，佢個體重就會差唔多回復翻，即係比之前低好多，其實正常嘅好多人。但係啲人跟進，因為其實啲人會懷孕咧，其實發覺可能要即係做完手術之後，差唔多2年後咧先有影響。因為其實個體重咧，我諗啲脂肪係會令到嗰個即係個卵子裏邊咧嗰個脂肪高，令到能源差咗，可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改善個卵子，同埋可能一啲即係一啲微元素啊對身體嘅影響咯。所以
如果你係而家講緊即係立即做取卵嘅話，咁如果你純粹個年紀嘅考慮嘅，我都冇問題嘅，因為你嘅體重亦都唔係特別大。你話如果你話減啲磅去做，咁要睇你覺得自己真係減磅嗰個能力幾高咯嚇。因為有啲人有陣時需要一啲即係一個即係好明顯嘅原因先至得嘅。咁呢個我覺得你話一兩個月後你嘅體重覺得控制得好啲去做，我諗有陣時嘅感覺上好啲啫。但我唔會覺得話即係對你個懷孕個幫助會有好大咯嚇。咁咧要維持啲飲食持續幾耐先得到改善身體？你哋通常有咩 advice 啊，Chris？維持飲食啊，身體改善，我諗都係睇翻嗰個，我哋會 mon 住個 BMI 嚟睇翻個作為嗰個準則咯。咁到時係去翻嗰個healthy 嗰個位咧，其實佢哋都 feel 到係有改善，同埋佢哋都 feel 到其實好多對佢哋個健康係好大個改善咯。例如呼吸啊、行路或者都會快啲啊，或者總之成個人都會即係我覺得係好過癮咯。呢個係啊，即係同埋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嗰個飲食，你加埋一啲運動咯嚇，因為其實飲食係一個途徑嘅，因為其實佢控制你食嘢啦。咁其實好多人都講法就係，如果你要控制體重咧，其實飲食好重要嘅。咁但係其實你會發覺，除咗飲食之外，其實係應該要做啲運動咯嚇，因為你要 build up 翻啲 muscle 啊，同埋要令到啲肌肉有能量。因為其實你食完嘢之後做一啲運動咧，尤其是大肌肉運動咧，即係就會將啲血糖入，即係好快脆入翻去肌肉度。其實減低身體嘅血糖好好嘅。因為我本身有糖尿病，咁所以其實個 advice 係你做一啲嘅大量運動啦，同埋做一啲肌肉嘅運動。咁譬如深蹲啊，又或者拉，即係啲肌肉。咁其實係會減低個血糖嘅，even 甚至即係你可以唔使即係食糖尿病藥啊啲咁樣。咁所以我諗其實如果你話食幾耐影響，我諗其實你會發覺個體重開始減咧，你個人就會好好多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好多人可能食得甜嘅嘢多咧，其實食完就好眼瞓嘅。即係所以啲人成日話即係食完嘢就會瞌着啊咁樣，老人家特別容易嘅。但係其中一個原因咧，我諗係個血糖，因為你如果食嘅嘢甜咧，你知食嘅嘢你譬如外賣嗰啲，通常都係會高糖啦、高脂肪啦。一食完啲嘢咧，好快脆，你其實就會好眼瞓嘅嚇。咁有陣時你行下喐下咧，其實就會個人精神啲，同埋個血糖會控制得好啲咯嚇。咁就三高人士有咩留意嘅地方？生果同埋正餐係咪要隔2小時先至進食？生果食得太多咧，係咪會吸收太多嘅糖分？有啲咩 advice 啊，Chris？咁我哋就冇一個話一定要隔2個鐘呢個 2 hour gap 又唔係一定嘅。咁如果你跟翻我哋頭先講嗰個份量咧，水果咧你即係一份等於幾多？咁其實你之後食即係飯後食啊都冇問題嘅，或者你餐與餐之間食都冇問題嘅。咁盡量如果你話你係三高，即係你血糖嗰度都要睇住啦。咁研究都有顯示，盡量都係揀翻啲係 low GI 嗰啲 food 嘅，嗰啲就會比較好啲。例如蘋果啊、梨啊嗰啲，同埋就會唔會令到你個血糖升得咁高咯。即係唔好嗰啲揸爛咗啊嗰啲，或者飲果汁啊嗰啲。咁呢個係另外一個 talk 啦。如果真係講血糖尿病嗰啲，或者控制糖尿嗰啲，咁盡量都咁水果嗰度就冇話一定要隔開咯。即係如果答翻佢個問題，即係你可以之後飯後食都得嘅。仲有生果食得太多係咪吸收太多糖分？咁都係跟翻我哋頭先講嗰個份量咯。咁就盡量如果你食得太多水果，都會係高糖分咯。咁所以都係計糖分噶嘛，佢有天然個果糖噶嘛。咁所以都係 keep 翻都係2份咯，一日係啦。嗱，三高度我諗，如果真係血糖高咧，我哋通常就會提議個太太，其實檢查咗血糖，
因為血糖高咧，如果懷孕嘅時候，其實會導致胎兒畸形嘅機會咧，其實高啲嘅。咁所以如果真係你譬如我哋有啲人真係即係體重高啊，我哋驗咗血糖高咧，我哋其實會即係見營養師啊，控制飲食先，咁度翻嗰個 HbA1c 正常啦，咁我哋先至提議去懷孕。因為好普遍有啲人病人，譬如話多囊卵巢，佢本身唔排卵嘅，咁體重高，咁因為多囊卵巢本身係會增加咗即係血糖高嘅。咁如果你話即係血脂肪高咧，咁通常嘅做法其實都係會叫你即係控制飲食啦，做運動啦。咁但係你大部分發覺其實對個血脂肪控制都係唔會好好嘅，因為其實大部分都唔係食物嘅來源嚟嘅，通常係有啲基因嘅問題喺度嚟。遺傳因素好強嘅。咁而家其實 check 到好多時係啲基因嘅異常會導致你身體咧其實個肝係控制唔到，即係分解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唔係真係想懷孕咧，好多時就會提議你食一啲藥物去減低個即係血脂肪咯。咁但係呢啲食呢啲藥物咧，其實就唔適宜懷孕嘅。咁我通常同病人講，有陣時就你要即係取捨啦。咁如果你真係即係想懷孕嘅時候驗到係血脂肪高，咁唔影響我懷孕嘅，不過長遠嘅身體嘅影響，所以好多時你即係盡快，如果懷孕嘅時候，你就要睇翻醫生去食翻藥控制翻佢嚇。因為通常如果睇到我哋通常都唔會話希望食一段時間藥去控制個血脂肪，因為係個女士慢慢年紀大啫嚇。如果有血壓高嘅，其實我哋都係會提議你要控制咗血壓先嘅，因為大部分而家嘅血壓藥其實對個身體都即係對個懷孕冇乜特別負面嘅影響喺度。咁如果你講話係即係唔控制咧，其實係有證據睇到懷孕之後有陣時有妊娠中毒嘅機會係高啲嘅嚇。咁所以變咗其實對你懷孕啊對個胎都唔理想，即係所以係呢啲控制咗，譬如話即係血糖啦、血壓啦，咁血脂肪咧就好多時都冇辦法完全控制嘅，因為個藥物對個懷孕有影響咯嚇。咁我自己通常都提議病人唔好食咁多生果，因為其實有時你會發覺有啲即係誤區，就好多時以為食生果好健康咯。但係生果有個問題就係個糖分好高嘅，其實係嚇，因為尤其是你食咗生果唔飽嘅，因為其實佢嗰個即係唔同話你有即係啲即係脂肪性嘅嘢，咁你會食好多㗎嚇，即係好多人譬如話食啲提子，因為有時有啲日本啲提子，我諗係甜到不得了㗎嘛。咁你一食咧，可能唔係食少半杯咯，你食下就唔覺嘅，因為其實食甜嘅嘢咧係好開心嘅，成日都係即係一食完咧就會不停食，咁食下，同埋佢唔飽啊，變咗你成日食嘅，咁所以你個血糖就會升得好高啊。咁同埋佢唔係真係你想象中咁健康嘅，咁即係你要考慮到你食嗰個甜分啊、卡路里啊、個 GI 嗰度，咁通常其實係即係盡量係食啲纖維性嘅即係生果咯。即係你真係食啲蘋果啊，食埋皮啊啲咁樣，嗰啲就通常嗰個吸收會慢咗，因為佢個纖維性好多。盡量唔好飲嗰啲即係炸咗嘅生果汁啊，因為基本上佢冇纖維性嘅。咁你飲好多杯，你都唔會覺得話飽嘅，咁你就會即係停唔到手咯。食完生果同正餐，我諗冇乜大分別嘅，因為其實睇你自己習慣啫。咁有啲人我諗係用一啲生果，因為通常你食正餐即係 space out，即係你咪食咁多嘅。咁有啲生果其實譬如你晏晝你食完飯嘅，咁可能4點鐘咁，因為你開始有啲肚餓啦，咁你咪食過一啲細嘅蘋果仔咯。咁你咪會有啲飽飽啲嘅感覺，你又唔會話去不停去食其他嘢咯嚇。咁食蛋白質瓜菜之後先食澱粉飯。咁我諗其實呢個係你食少少啲菜嗰啲咧，有時我諗你講打邊爐啦，其實係即係等你覺得有啲飽飽地嘅感覺。咁當然啦，有啲人嘅感覺就係有陣時如果去食放題咧，就要食到底啊嘛，咁所以就即係食好多。咁所以我諗你其實唔好咁諗呢樣嘢啦。咁其實你先食咗啲菜咧，其實我諗佢即係減少嗰個食物個吸收啊，咁變咗就會容易有啲飽啲嘅感覺。咁所以就好過話你即係食咗好多糖分嘅嘢，然之後先至食呢啲即係嘢咯嚇。咁咖啡係咪應該避免嚇？你哋如果 dietitian 會點提議 patient 啊？
咖啡如果唔係華人啊，即係如果係普通人士，咁咖啡當然就可以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有三高嘅，咁你或者都要避免下咖啡，例如三合一嗰啲咖啡啦，有好多糖分啊，嗯嗯同埋好多化學物質啦。咁因為咖啡你有時又會加奶啊，嗰啲煉奶啊。或者espresso shot 啊嗰啲咧，或者係啦，嗰啲就會比較又多，因為你係佢哋加工咗啦，同埋你又要額外加其他嘢，咁所以令到嗰個咖啡或者本身係冇嘢嘅，但係已經都係有高糖分啊，或者好多化學質啦。嗯嗯，係。咁最好我哋都係，如果你要飲咖啡，普通人士啊，即係你就飲齋啡啦。咁大約都係兩至三杯 per day，咁就盡量就避免唔好睡眠期間6個鐘之前飲咯。咁嗯同埋都會影響，即係如果有啲三高人士喺現場，咁當然佢哋咖啡都會或者會影響血壓啊嗰啲嘅，同埋脂肪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懷孕期間啊，或者想懷孕，咁我哋通常都會建議如果你係懷孕啊，咁就盡量limit 嗰個咖啡因嘅，就盡量冇嘅。咁都有個safety limit 嘅。咁誒，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飲嘅，咁真係學吳教授講，咁你或者飲一兩杯細杯，或者揀翻啲 decaf 嗰啲會比較好啲咯。嗯嗯。我哋通常其實就會同病人講，因為其係實始終你一個習慣嚟嘅，因為好多病人如果係真係唔飲咖啡咧，就即係個人唔清醒嘅，即係係即係我諗係明要翻工啊咁，好似遊魂咁樣。我自己本身唔飲咖啡嘅，所以我冇呢個問題。不過有啲病人真係咁，我覺得我就話，如果你真係一個習慣嘅話，咁叫你完全停止係事。你之前如果想即係避孕嘅時候，其實好長嘅時間啦。咁呢個唔係好合理，因為其實好多研究講話飲咖啡影響到難懷孕咧，其實都係講緊因為你知道好多呢啲研究都係一啲即係問卷啊，epidemiological study 嚟嘅啫。咁嗯其實通常都係講話，如果3杯以上啦嚇，咁所以我諗係個量嘅問題咯。咁我覺得你飲一兩杯嘅咁係簡單嘅，唔好加咁多啲糖啊，我覺得 OK 嘅嚇，因為即係我成日講食物影響係有，不過影響唔係大到咁緊要，佢可能令到你成日都冇精神做嘢，可能嗰個效果仲唔理想咯。咁呢個懷孕其實都係一樣，因為懷孕其實飲咖啡，如果我記得就係即係啲研究講就係會增加咗個流產嘅機會同埋早產嘅嚇。不過亦都係講好多時候都係問卷啦，咁所以變咗你會資訊其實嗰個即係資訊唔係特別多。我諗即係如果你真係懷孕嘅時候都要飲嘅話，咁即係盡量飲 decaf 啦，咁同埋即係一杯起咯，兩杯止就算咯。咁我諗即係有陣時喺個死即係話唔飲如果都 OK 嘅。咁如果真係飲嘅話，咪一杯啦。我諗有啲心理嘅因素強啲㗎嚇。空腹喺餐後有冇分別？你哋有冇咩 advice？因為國內，sorry，有啲時有即係普通嘅葉酸同埋一啲 active folate，咁佢哋話 active folate 好啲，個吸收好啲。哦。好似研究顯示話，其實 regular 普通嗰啲都係 fine，都係 OK，都因為其實都會 係 convert 到去 active form 嘅，咁 係 it's more affordable 添，即係係。所以暫因為啲時研究研究就冇特係別分話，即係普通嘅葉酸同一啲所謂 active 嘅葉係酸啦。咁就所以其實國內幾普遍，成日話強調即係食嗰啲 active folate 嘅，因為啲病人有時都會問我哋。咁就係空腹同餐後食其實冇分別，因為其實呢個我諗佢唔係點影響嗰個吸收嘅。總之我諗你記住食嘅啫，你咩時間食都問題不大嘅嚇，因為我諗你基本上都好似你一啲綠色嘅食物咁嘅啫，即係你唔好當做真係個藥物咁啦，因為啲補充劑嚟，咁你 keep 住一嗯個即係 on top of 你嘅食物係一個 keep 翻一個
即係葉酸，咁啊令到你身體嗰個葉酸嗰個水平係一個穩定嘅狀態咁咯嚇。嗯嗯咁地中海飲食係唔可以飲酒咧，其實就你叫外國人唔飲酒就好難，因為地中海係即係西班牙嘅，喺西班牙如果你唔飲酒咧，我諗係生存唔到嘅。所以嗯，其實嗰度有啲指引同我哋嘅 regular 指引唔同，因係為譬如話我哋講魚真係想避孕咧，男士可以照飲嘅，不過就即係飲係嘅即係少啲啦嚇。咁但係女士咧，其實而家嘅指引就即係通常唔提議飲酒。佢個係主要原理就係佢唔係令到你難咗懷孕。係令到你懷孕之後嗰個胎兒出現畸形嘅機會會高啲嚇，因為酒係一個我哋叫teratogen 啊，即係世衛係咁即係定義嘅。咁佢即係話會導致胎兒畸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唔知道嗰個水平咯，即係個安全值係點樣。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最簡單就係冇飲啦嚇，因為你懷孕時候飲咧就好多時係你唔知懷孕啊。咁啊，最影響個胎嗰個即係個發展啦。咁同埋因為飲酒有陣時一飲得多咧，因為你飲一下好興奮㗎嘛，咁所以你就會唔係你平時可能一杯啊或者半杯啊，咁有陣時飲到即係醉咗，有陣時係外國嗰啲人特別。咁所以我諗而家嘅指引都係叫佢即係如果即係想懷孕女士咧，就即係停止飲酒。咁懷孕更加唔好飲啦嚇。咁手沖咖啡係咪好啲？我唔識啊，因為其實我冇沖咖啡。會比較好啲咯，係嘛？係咪？係啊，因為自己沖我諗係因為其實啲係啊，三合一嗰啲我諗係啲 ultra process 嘅 food 嚟，肯定飽，即係嗰啲係啦，糖分又高，同埋啲飽係啊，和即係脂肪嗰啲嚇。係。咖啡係咪避免加奶好啲？你可以加脫脂奶嘅，嗯哼，係咯，但係啲人覺得可能唔好飲嘅，我懷疑，係咪啊？即係可能唔夠香。我諗啲奶係，可能係即係嗰個香味同埋個濃，即係我諗係甜味唔同咯。不過我諗係，其實即係應該加嘅奶盡量少啲咯，因為我諗 otherwise 其實你嗰個奶本身嘅即係咪真係啲即係脂肪啊、糖分嗰啲影響喺度咯嚇。嗯，咁我諗如果你少量嘅，我諗真係唔係太大問題嘅。不過即係你盡量轉翻一啲比較 healthy 啲嘅嘢咯嚇。嗯，好，咁就仲有冇咩問題？咁就阿 Tess，不如你可以介紹下我哋有少少賣廣告。係，咁你教授睇唔睇到啊？大家睇到睇見到我個，到睇到嚇。咁啊，其實都即係好多謝 Chris 今日咧好詳盡嘅分享啦。咁都想俾大家知咧，其實改變自己嘅飲食習慣咧係一個畢生嘅功課啦，就唔係今日聽完個 talk 咧就完嘅。咁啊，當然大家今日就學到好多新嘢咧，咁我相信咧有啲方向。不過咧，其實真係要有行為嘅轉變啦，要真係平時都食得健康啊，開始做運動咧，其實都要有好多嘢配合嘅。咁包括可能有一啲即係人，如果你哋都感覺啊，其實想開展呢一個即係喺食嘢上邊或者係運動上邊去幫自己嘅話咧，其實都不妨咧去揾營養師幫手嚇，咁有專家去幫你哋去即係規劃你哋嘅飲食，因為每個人有啲唔同嘅，咁係有好處嘅。咁我喺度咧就趁機咧都賣個廣告啦。其實我哋中心咧 keep 住咧都會有一啲嘅即係身心健康計劃。去幫大家咧，其實點樣去建立一個比較即係健康嘅生活習慣，咁從而咧，當你一個長時期嘅一個健康嘅狀態咧建立咗嘅話咧，其實相信咧對大家嘅懷孕之旅咧係即係更加順利嘅。咁今日咧其實我哋已經即係下晝咧會開波咧，我哋新一輪咧嘅營養瑜伽班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即係滿咗額㗎啦嚇。咁啊，但係如果大家仲想參加咧，就都可以試下報名嘅，睇下我哋仲有冇機會可以即係俾你哋參加啦。咁但係咧，但係我哋應該下即係半年應該都會舉行嘅。係啦，每年我哋亦都會 keep 住舉行，所以都趁機咧都俾大家咧知道咧，我哋有咁樣嘅計劃。咁其實咧就係、我哋請咗一啲嘅專家啦，都係 IVF 過來人啦，翻嚟咧講翻其實佢用營養學嘅方法咧點樣幫自己個身體更加適合懷孕啦。咁同時間亦都有瑜伽呢方面啦，咁去即係一齊去做瑜伽嘅。咁當然啦，大家都會可能知道瑜伽咧其實嗰個運動量咧唔算話好高嘅。嚇，佢係一個比較溫和嘅運動嚟嘅嚇，咁但係都係一個幫自己咧保持一個身體係一個好 active 嘅狀態嚇，一個放鬆嘅一個運動啦。咁啊，其實就想去用呢方面咧去幫大家咧開展呢一個即係注意自己飲食同埋運動嘅習慣嘅一個旅程嘅嚇。咁啊，想透過呢個機會咧都俾大家知道咧，其實咧大家都可以
物色下咧，其實你哋坊間啦，或者自己身邊有冇啲朋友咧，都有一啲咁樣嘅一啲嘅班啊活動啊，咁啊可以即係加入埋佢哋啦，一齊去做咧。咁其實有一人一齊做咧，個感覺咧就會更加咧之有動力嘅嚇。自己減肥啊，自己食得健康咧就好辛苦嘅嚇。咁啊要揾下你身邊有冇一啲嘅即係戰友啦嚇，包括係其他做 IVF 嘅太太啦，又或者你身邊即係個另一半啦，係咪即係先生太太之間嚇？今日開始咧，會唔會都一齊去啊睇下有啲營養嘅嘢咧，點樣去喺屋企度咧可以住得健康啲咧嚇？或者係每個星期會唔會抽啲時間兩個人一齊去做運動咧？咁樣就希望咧透過我哋今日呢個咁豐富嘅節目咧，係俾啲方向大家嚇。教授有冇補充啊？我諗我哋嗰個營養學家就其實我哋病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即係有自己嘅專業啦，同埋有佢自己親身嘅經驗嚟嘅，同埋佢之後因為佢每一堂都會嚟咧，就其實你知道好多時你可能喺醫院，我哋叫你去睇營養師，都係睇一次啊，咁就冇辦法去跟進。咁佢其實會即係每一次翻嚟都會睇下你嗰個飲食啊，咁我諗就直情係一個我哋講係一個現實嘅。即係環境裏邊俾個意見你咯，因為其實呢樣嘢就最貴啦嚇，咁但係亦都係佢自己都幾多，我覺得即係經驗喺度，因為其實佢自己都係即係有飲食嘅控制啊啲咁樣嚇。咁我哋其實以前舊年都搞過，其實都幾即係我覺得個反應幾好嘅，同埋即係 surprisingly，我哋其實諗住初初都係當住一個即係開場啊，咁令到個病人即係對飲食有控制。so far 我哋其實之後即係叫啲病人最後尾，我哋最後尾嗰次度翻個體重啦，咁其實都減到磅，因為就算我哋講都係3次啊，咁應該都差唔多嚟減，應該接近2K 嘅啲病人嚇，我覺得當然有兩三個病人其實減唔到嘅，不過係因為佢本身係壞人啊，咁個病人其實壞人我哋話其實都可以退出嘅，咁但係都 keep 住做嘅嚇，因為其實就算壞人我哋都叫病人做運動啦，咁所以。我話冇理由唔叫佢做嘅，即係都冇理由要逼佢退出嘅，我覺得。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其實即係控制飲食啦，做一啲即係唔係太好大嘅，所以運動量嘅運動瑜伽咧，其實都喺個短嘅時間都減到嘅，咁就會好過。因為其實喺英國做過研究嘅，因為佢發覺咧，就算我哋譬如英國咁，佢真係俾 coupon 你去啲 gym 做運動咧，其實佢發覺啲人唔去嘅嚇，因為去親 gym 嘅通常都係即係身體好好啊，即係你見到身材好好嘅，即係好瘦嘅。咁佢一行埋就即係唔 happy 嘅。咁其實佢發覺其實係一啲 small group 咧，即係大家都差唔多咁樣，咁啊大家先至有一個即係 peer group 嘅感覺嚟。所以我哋其實即係成個概念就係即係集咗一班人，其實大家都有同一個目標嘅。咁變咗嗰個大家個 support 啦。係好好嘅，咁你可以話壓力又得，亦都係一個支持動力又得，亦都即係有專業嘅意見啦，有一啲peer support。我諗其實成個概念喺咁樣減體重係有幫助咯。同埋呢個我哋覺得個體重應該唔係話即係懷孕啊，或者即係短時間嘅。我哋可能遲啲問翻即係呢啲即係太太，其實即係經過1年之後個體重有冇話好明顯嘅改變，我諗都幾 interesting。好啊，係啊，我諗其實咧最主要講緊咧，因為其實始終瑜伽嗰個運動量唔係好多，其實係講緊我食物嘅選擇上邊，只要你開始有呢個意識，你揀得健康啲，學啊頭先 Chris 講，其實你平時譬如去便利店啊、去茶樓啊、唔同嘅餐廳，你識得揀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會帶嚟一啲嘅效果嚇。其實佢哋即係幾個星期內已經有減重嘅結果，就係因為佢哋個意識提高咗嚇，知道識得揀，知道邊啲嘅健康。咁我哋人咧都要食嘢噶嘛，你又唔會唔食嘢咁樣去過活噶嘛。咁其實就揀得健康咧，本身已經係帶嚟有一啲嘅效果啦，幫到自己係健康同埋減重嘅嚇。咁我呢方面就差唔多啦。咁我相信咧今日大家都即係收穫豐富啦。咁我哋 keep 住都會有呢類嘅活動嘅。咁今日嘅即係講座咧，其實喺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咧都可以重溫嘅。咁所以頭先咧，如果大家抄唔切啊，太多即係有用嘅資訊啊、tips 嘅話咧，咁大家咧都可以睇翻我哋個平台嘅一啲即係片段嘅嚇。咁希望即係幫大家咧喺個過程裏邊啊多啲方向去努力啦。Chris，唔該晒。係啊，咁 thank you，唔該晒，多謝。OK，好，咁我哋喺度結束啦。好，多謝各位參加。拜拜。OK，拜拜，食得健康啲喎。